玩玩具唔夠2分鐘就掉埋一邊，聽故事嘅時候就漫不經心，成日咧就係東張西望，又坐唔定。如果你嘅小朋友有呢啲特徵咧，代表佢專注力不足啦。今日分享4個小遊戲，每日用10分鐘可以幫助小朋友提升專注能力。第一個遊戲按順序找數字，俾小朋友咧用最快嘅速度咧由1數到9，一邊數嗰陣時咧就一邊指埋啲數字喎。家長嗰陣時咧就喺計時小朋友用咗幾多嘅時間嘛，熟練咗之後咧就可以增加佢嘅難度嘅喎。第二個遊戲記憶重現，首先將啲積木放咗喺台面，跟住就請小朋友望1至2秒，揾塊布冚住佢喎，跟住再請小朋友咧排翻啲積木位置，咁就完成啦。第三個遊戲聽指令做動作，首先擺唔同顏色嘅字杯放喺台面，要求小朋友聽指令做動作。聽到指令講唔同顏色嘅字杯嗰陣時，就要去鬥快搶起佢咯喎。其實呢個遊戲家長都可以同小朋友一齊玩嘅。第四個遊戲圓線擺豆，喺張紙度咧畫咗2條線喎，請小朋友將啲豆咧排喺線上邊，逐粒逐粒咁樣排隊啦。